续来看婚林斗六南信宫边仔的这倒吊篮，即摆等咧大开。讲这个会期还阁有一礼拜，这表示是欢迎乡亲来参拜，顺续来欣赏这个兰花。真水倒吊篮为树仔顶垂落来，就亲像水墙同款。这个景色嘛，是真侪民众来遮欣赏。大家讲看到花开甲遮尔啊青笑，心情嘛对咧心花开。哦，心情足开朗的啊！看到啊花啊那瀑布咧哦。大乐市南信宫为2年前特别邀请兰花专家，用共生的方式，伫咧树仔树种倒吊篮。即摆当时花蕊开到上暗的时阵，除了来南信宫参拜以外，也有一个比较文化气息的所在，通来观赏。来欢迎啊，来遮参拜啊，会当甚至呢，会当专工来甲欣赏咱遮的事物啦。即南信宫边仔的倒吊篮花期，差不多会开1礼拜外时间，邀请民众若是有来到南信宫拜拜，买到顺刷过来欣赏花蕊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